咱个礼拜也要开始，伫开始进前，搁一届提醒大家，拿手机关做静音，还是关起来。只是咱要用袂倒来安静的心来调治敬拜上帝。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，为着咱的罪过受害，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；伊受鞭拍，咱得到医好。这是咱要有敬拜团带咱用俄罗的歌来调侃咱的上帝。那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，我们用诗歌来纪念我们的十架，然后我们将我们的荣耀也归给我们的神。我们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来敬拜、来赞美。那如果需要休息的话，也可以随时坐下。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，是那个救赎的记号。我们用这两首诗歌
一同来纪念。耶稣背负十架，为我担当过犯，毫无保留为我生命在十架上。你受鞭伤，我的医治；你受刑罚，我的自由释放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耶稣以爱覆盖我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你宝血为我留下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我的救赎的记号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是我永远的荣耀。耶稣背负十架，为我担当过犯，毫无保留为我生命在十架上。你受鞭伤，我的医治；你受刑罚，我的自由释放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耶稣以爱覆盖我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你把血为我留下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我的救赎的记号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是我永远的荣耀。十字架是那救赎的记号，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而死，他的宝血也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可以把他的殿中，让他歌唱敬拜他，让他赞美，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。唱十字架，十字架为我们荣耀。十字架，十字架。是我的荣耀，我从罪都洗净，为靠耶稣抱在这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，永是我。耶稣的宝血，我从罪都洗净，为靠耶稣到十字架前，十字架，十字耶稣以爱覆盖我，十字架，十字架。你把血为我留下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我的救赎的记号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是我。让我们再一次十字架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耶稣以爱覆盖我。十字架。十字架，将宝血为我留下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我的救赎的记号。十字我永远的荣耀，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。让我们将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阿们。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，因为他是那位。是那位荣耀的主耶稣，他是有权柄的，
是有荣耀归于他的。我们用我们的颂赞。做我从今世到永远，荣耀归于你，权柄归于你，愿颂赞永远不停息，愿颂赞永远不停息，所有的荣耀归于你，万民敬拜你座前，所有的荣耀归于你，荣耀主耶稣。送的方式来将荣耀归给他，荣耀归于你，荣耀归于你，权柄再一次荣耀归于你，荣耀归于你，权柄归于再一次荣耀归于你，荣耀归于你，权柄归于你，荣耀归于你。权柄归于你，荣耀归于你，权柄颂赞永远不停息，愿颂赞永远不停息，愿颂赞永远不，愿颂赞永远。归于你，万民敬拜你座前，所有的荣归于你，荣耀所有的荣耀归于他，所有的荣耀归于你，万民敬拜你座前，所有的荣耀归给他，荣耀主，大荣耀，荣耀。主在，万民多相应息，
满世代。哦，是多你大住在我楼上。哦，多你大住在阿妹，我们将所有的荣耀归给他。阿妹，我们持续站立。这是咱游园徛的，咱要有信息头前第12页，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新的界面，顶着真心、真心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，这两条界是大个，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恁着听主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阮新的界面，互你，就是恁着三听。亲像我捌听你，恁也着安尼三听，恁若三听，竟然要对安尼知，你是我的学生，请坐。就是请大家甲我同心压头来祈祷。我的主耶稣基督，就是阮要感谢你，阮要学你，因为你是生命的主，你的国话赢过死亡的权柄。你予阮深信，有你伫阮的生命中，阮的确会赢过死亡的权柄，得到永生的恩典。主啊，求你赐阮一粒仰望的心。虽然阮的人生会遭遇各种患难甲困苦，但是阮知你已经为阮备办所在。阮的仰望毋是在地上，乃是伫天顶。阮要感谢你，赏赐阮信心甲勇气。去过每一天，甲你同在的生活。主啊，求你赐阮挖苦你的心，伫患难甲困苦中孤单无助的时，互阮有坚定挖苦你的心，因为你乃是阮唯一仰望的神。深信你的确袂放杀阮。主，求你赐阮国外的活命，互阮活出基督的款式，互阮真实的经历，而且见证。现在我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伫我内面活的。伫今日，阮也要重新将家己奉献伫主你的面前，做你国度的器具。主啊，求你赐阮怜悯的心，教阮会晓体谅别人的痛苦，甲痛苦的人同行，陪伴因，甲因做伙超找愿望。主啊，求你赐阮三听的心，因为你已经为阮设立了新的群体。就是你的教会，伫你的教会中，阮拢是你的肢体，拢是主耶稣基督属灵的人。求你赐予阮彼此相听的心，见证你的听就伫阮的中间。主啊，阮也伫即时，求你国外的大权能复兴阮中兴教会，恳求主你加添阮的能力甲信心来传福音，互遐个亲情朋友也是青云人。互接受你的、挖苦你的人，也会当经历国外的新生命。阮也要祈求主赐福伫今日的敬拜，互阮的心主来道来拍开，互蔡长老真侪你的出口，用主你的道来教示阮。这一切荣耀甲学乐拢归乎你。阮安尼祈祷甲恳求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。阿门。这是圣歌队要用几首的诗歌来纪念、来感谢主耶稣基督对咱的听。我
是你旨意，使我免受这苦。在我痛处时，你可会纪念我？请纪念我。在那夜，当我心生怀疑惑，你与我同在，使我不孤单。有我一手你的身体与宝血，有我聆听你可是把你祈祷，我心深知你纪念我。
十架，从不知道我主是为我死，在跟着他。今生情望找我最显意，因为悲生与我深在心，我知道罪人就很久就在跟着他，在那里注视直到恩典，在那里注视赦免我罪愆，在那里不重担的自由，在跟着他。今我为耶稣一切献上，今我欢喜因我主为王，今我的快乐称颂歌唱，为跟着他，为跟着他。哦，这奇妙的爱救赎恩，哦，何等美有生命的时刻，哦，曾为我开永活之路，在跟着他，在那里注视其他恩典，在那里注视为我罪愆，在那里不重担的自由，在跟着他，在那里不重担的自由，在跟着他。真感信歌队所唱的歌，我想这个歌，毋是干那信歌队伫唱，也唱着在座所有会友对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咱伊讲的，纪念我，阮永远会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即时咱要来读享受上帝的话。今日咱要所看一段圣经，则是记载伫新约圣经。咱要对路加福音第24章第一节要看到第8节，请恁注意来看，我来读。路加福音24章安尼讲：7日的头一日，天曝光，遐个妇人人带所备办遐个香料到墓，看去石头已经对房门隔开，就入去看，无看见主的身尸。为着安尼，在低途的时，忽然有两人徛伫因身边，衣裳光纳纳。妇人人惊吓，面趴落地。迄两人甲伊讲：啥事伫死人中找活人啊？伊无伫遮，已经过我。恁着记得伊也伫加利利的时有怎样甲恁讲？人子的确交伫罪人的手，互因钉伫十字架。第3日过我，因就记得伊的话。即时咱要请蔡长老来讲道，今日伊要所分享的题目是过我甲主日，咱请蔡长老。你们在平安，请搞出名给你们讲，哈利路亚，主过我，哈利路亚，主复活了。今天是个值得赞美、值得感恩、值得怀念的日子。我今日来练圣歌队行入来时阵，看到头前有一个姊妹，好像天使在吹直笛。我想奇怪，到这个敢若我毋捌看过。然后他们说，
那是幼律的女儿。我会记得40几年当前，我来撇除这带幼律来教会时阵，古水细汉，幼律真水，唔知讲因查某囝更较水。咱大家嘛拢足水的，拍一扑街，生活对取了够好，感谢主。所有的荣耀归有主，那天理的阿爸父神。我们用最好的、用最美的东西，是要做献祭，当那个祭祀献给上帝。现在是个话这，会记真吼，我们有复活节的蛋哦。我们到位只高山啊吼，礼拜五因老师的分复活节的蛋给伊，讲再来礼拜天就复活节。合同哦，他对来礼拜堂是有点抗拒。今天一大早就跟人说：“阿公，今天复活节呢，今天要去教会。”哎呀，感谢主，所以他现在上主日学了。今天复活节那分复活节的蛋。迄个偌济卵吼，那卡祖摕去庙里讲叫做发财金吼，我来看半暝咱就来排队呀。今天每个人拿一个回去思念我们的主，想我们的主为我们怎么样受死、复活跟主日。咱得来听到一句话，讲着守安息日，守以最前，当守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安息日重要不重要？重要啊！十诫里面第3条里面说什么？着守安息日，当守安息日啊！以色列之所以这么强大啊，他们很遵守安息日。安息日是礼拜五的，犹太人的律法是有7天，7天是从犹太人开始的。我们以前中国啦，以前什么认真那个朝代没有7天，就犹太人从7天开始有他的律法，7天一个周期，7天一个周期。为什么？上帝创造对第1、第2、第3到第6日啊，第7日休困。啊，第7天，如果用现在算起来，上帝创造人开始什么时候开始？从礼拜天开始创造。为什么？耶稣在逾越节搬过节的，当初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那个法老王不相信上帝的大能，所以就派天使将埃及所有的长子这样搬过去。只要以色列人有图门宽。好，咱那过年的时候搭一个门帘，红红的，只要有羔羊的血在那个门框里面，他就越过去，那叫逾越节。搬过节阵，应该耶稣定死的时间。礼拜五我们在这里有受难日，受难日的纪念，受难日的祷告，我相信参加的每个弟兄姐妹们，你们都跟领受到那个心痛啊。那个不舍啊，唔甘呐！我不知道，我就坐在这里，我都觉得我好难过，眼泪就不禁一直流下来。当我来中间教会，有时候我会想，我会看周报，说今天这个礼拜的人有没有增加？我有时候跟上帝讲，我太太说你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，我说这个应该不是压力，那是一个责任。我不是专职的牧师，我不是说领薪水当公务员。德国的牧师是公务员，他领了薪水，所以希望会有不要增加，以免麻烦。所以会有若无增加，拢不要紧，反正我都逐个月一定有薪水通领，啊，会嘛免收济。可是对我来讲，我是希望那这个低，有一天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你们要来做礼拜要排队，第一场排不进去来排第2场。我是想说，每个会有增加啊？为什么？主的救恩这么的可爱，主的救恩这么的宝贵，主的救恩这么的值得珍惜。那白白的恩典那个复活节蛋免钱，所以讲恁拢袂感觉足重要的。那甲你讲复活节蛋迄个红色的1000块，这特别祝福；黄色的500块，这足可爱用；迄白色的200块。这较无祝福，无带迄个彩带100块就好，这祝福较少。恁可能半暝来祝文啊，我要祝文迄个上好。我们有时候往往不知道珍惜呀。父母对你的爱，你不知道珍惜；妈妈对你的爱，还是理所当然。你看，你一辈子跟爸爸妈妈吵架的一辈子，啰里啰嗦的爸爸妈妈，等到有一天你爸爸妈妈过世了。你觉得如果他能够再唠叨我多好？昨天我打电话给我的弟弟，
我说清明节下个礼拜就清明节到了，我还是走不回家。我甚至把爸爸妈妈的房子很便宜就卖掉了，走不进去呀，惊袂入去呀，那种痛啊！阮弟弟甲讲，二哥我知啦，会啦，我去看爸爸妈妈啊，你莫落来啦，好，我逐面看到你安尼吼，我足艰苦的。奇怪，就是想，可是如果你真的是看到，你会觉得那种痛。那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，他是无罪的，没有瑕疵，可是我们呢，有珍惜吗？哎，没关系啦，反正每天快快乐乐，每天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日子。反正我信耶稣了，我就得救了。所以耶稣说：“称呼我主啊，主啊的，不见得都能够进入神的国。”所以我们说安息日视为圣日。那么这一天呢，我们在读念10条诫训，讲第3条诫，你的修完了就趋于罪行啊。这一天呢，你们所有的寄居的啦，所有的儿女啦，所有的那个牛羊，所有的畜生，所有的奴隶啊，这一天都要休息，因为这一天依上帝所做的工，第1天到第6天已经满足了，所以第7天要休息。第7天要休息，不可做任何的工，叫我们什么？我们要暂时歇业啦，暂时休困一下啦，暂时歇业啦。你做大生意的人，今天就暂时歇业吧。你们做的不管做了多大的工，暂时歇业。歇做什么？歇是圣日啊，是做什么？做礼拜呀。犹太人很珍惜圣日，因为圣日的时候可以在圣殿里面祭祀，会当到圣殿里面奉献。到圣殿里面奉献是偌宝贵的代志呢？那个5祭里面，尤其最高的燔祭，把所有的生吃都烧光了，完全的牺牲，奉献了上帝，赦免所有的罪愆。好美的一件事情，所以礼拜天的礼拜对我来讲是很重要。我今天看到人口马桥丢了牛来，我跟你讲我足欢喜的，为什么？口马桥丢了，你甲顾伊顾遮久，上帝调伊去，总是你伫地上你还顾你的兄弟姊妹呢，边仔苦丢了物件你足好对无吼？哎呀，这就是你的家啦。这就是你的厝，你就回来我们的家，跟我们在一起。你甲想，你讲袂啦，我心拢伫今日3个做伙着，惊儿女出去都无得来。然后爸爸妈妈，哎呀，你不要想我啦，你想我就看照片。我寄好多张照片给你，你每天看照片就好。你觉得这样够吗？洪主这够不够啊？不够啦，当然不够。你的查某囝，查某囝，当日敢若寄一个相片，讲无，我即摆有较大汉，然后你看我今日个头装个set到一个更较水的。再怎么样，他一穿啊就破破烂烂，头毛拢无洗倒来，你嘛感觉讲，哎呦，就宝贵的。这段期间吼，咱台湾唔知流行啥物病，连我去遮细只高山去住院，着阮查某囝去住院。啊！我嘛甲上帝讲，安尼因受得足毋甘的，总上帝我一个声咧讲，你袂感觉安尼玩有一步好，一步好就讲大家拢惊传染着，所以讲阮遮细只高山啊，即摆拢完全归阮顾，啊会当带伊来教会做礼拜，会当互伊读主义学，哇水咧咯！读主义学细汉的时阵咯，互耶稣的信徒伫伊的心，无以前拢讲拜拜较重要，即摆拢讲复活节我去拿复活蛋吼。听到足欢喜的，你别这个是安怎呢？所有的人哦，每一个人拢休困创啊，大家做去做礼拜啦。咱这无奴仆嘛吼，总是伫迄个时代啊，人权保障所有人平等，只要礼拜天到，只要安息日一到，所有人都可以休息去做礼拜。休息是很重要的。有当时我感觉读书足忝的，每天都好累好累。可是我一直觉得说休息更重要。啊，你讲啊，你都休完休息就好啊，现在我们是礼拜天来做礼拜，
那为什么不礼拜五的下午？犹太人的律法是从晚上到白天，那我们都是从白天到晚上算一天。犹太人是从晚上到白天算一天，所以他礼拜五的黄昏，只要太阳一下山就开始了，等于第6天了，第7天了。然后等太阳第7天的太阳又下山，等于礼拜6的太阳下山，安息日结束。那我们过的主日是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他是什么？是安息日的主啊。那就安息日不是因为形式呢。我一直拜托各位姐妹，我们来教会做礼拜，是用我们的心跟上帝结连在一起耶。用我们的心，你们要聆听上帝的，你要听上帝声，你跟上帝三个做伙啦。你要做礼拜，不是讲我到形式上啊，我无来做歹势，我带电脑看到我无来做礼拜安尼，一直敲电话搞啊一路，不会，因为上帝看你的心，你是有福气的人。咱所有看到的时阵，咱家看到一项，够偌济，就7日的头期是够偌济。你安怎算来？当然，咱即无要对遐算啦吼。你甲想到包括这都拜5嘛，啊第3日主高啊，当然是主高啊迄日第7日头7日，主高啊第7日。所以讲，照犹太人来讲是礼拜日7日是第7日，而且叫做礼拜日，因为大家拢去做礼拜吼，这华语很奇怪吼，以前的文字就有礼拜天哦。现在把它改成星期日，以前叫做礼拜天，因为大家去拢去做礼拜。开始大家慢慢主复活以后，我们就有主日啊，有一个叫礼拜日。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安息日的精神。为什么要守安息日？咱来记条，咱讲不是即摆无安息日啊，咱免管你啊。上帝讲我来是要成全律法，我要成全律法。所以安息日精神，我们仍然要把它保持住。所以所有的圣经里面只有一节，在启示录1章第10节讲说，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，其他都没主日啊。你讲无圣经都无讲主日啊，没有。可是圣徒里面经常在讲说，7天的第1天他们在聚会，7天的第1天。保罗先生劝他们7天的第1天，他们去捐献7天的第1天，7天的第1天。那玛利亚去看，耶稣受难的时候，玛利亚去为耶稣要抹香膏，也是7天的第1天，7天的第1天，主耶稣复活。所以我们觉得说，我们要纪念主耶稣的复活，我们主日做礼拜，更重要的，我们要安息日精神。各位诗篇23篇大家都很熟啊，安息在。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安息在可安，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。我们礼拜天来做礼拜，所有的精神，所有的心灵，就在上帝的面前得到释放，得到讨放。恁得到讨放，上帝在你的面前，恁完全得到讨放啊！够好有精神，搁再来一日，继续努力打拼。礼拜天重要不重要？很重要。像咧去测茶，3个人做要去测茶，迄个2个较老的都在伫咧磨茶刀、斧头，一直在那边磨斧头。那个年轻人说：“来不及了啦，你们要赶快啦！”就拼命拿斧头，一直砍，一直砍。那个他们磨完之后，3个人才慢慢站起来开始砍。结果到晚上收成，迄2个吼磨补头的人吼，错足济，啊，迄个少年的一直错，啊，愈错补头愈钝，错无手啊。休息很重要，我们休息真的很重要。休息可以让我们真的更重要的事情。说我们经常讲一句，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，这是真的。有的人劳碌一辈子，常常讲我要休困一下，要休困一下，没有啦，为了走更长远的路。因为我们的生命就在一刹那间。各位最近看到没有？去 A13吃个米粉条，吃一个米粉粿，讲实在袂歹食啦，我吃过，真正足好食的呢。哦，好吃嘛！马来西亚餐厅吃一个，我用这张泡泡的时阵吼，讲有验出21例啦，有8个重症，结果新闻出来讲，甲台北已经个本来3例，现在个6例啊，好恐怖哦！我在建材将近7年，我几乎都是在跟食药署作对。
迄导游拢化学酱油，恁啊到今年唔改。本来东泉酱油很有名，对不对？东泉酱油嘛发表个声明，东泉酱油嘛是那种化导游啊，收袂掉嘛。你该用这个标准，像上个礼拜，各位有看到所有的报纸，包括电视新闻都有出来。我查一个叫做蜜蜂案，那蜜蜂哦，讲不准砍头对不？那蜜蜂哦，全世界的标准 Codex 所有的标准都写100%纯蜜蜂。咱食药署甲讲60%就会使啊，就是叫做蜜蜂，叫生理人会使掺糖。为什么？干脆给他们加糖好了。干嘛？我们好可怜呢。我们健保会1年支出这么多，我们身体都是这样做折磨。照理讲，我们应该吃健康的食品。我们现在是超级加工食品，让我们本来食味道里面有益生菌，我那基本上讲益生菌嘛，就我们食味道里面本来有好的菌呢、就因为超级加工食品，让我们的食味道里面菌越来越少，身体变成酸性。我这次去种种检查才发现，我整个胃食道逆流到我的喉咙全部都。你看我现在讲话很有磁性哦，现在比较有声音了。这个全部都烧掉，连那个静脉都已经扩张了。以前讲你不能吃伤甜的啊，吃伤甜，惊迄个静脉去拥破。我唱起来讲不要紧，我来唱小巴队。啊，管你我唱袂起，我唱给音嘛吼，可以啊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吃健康的东西？是因为咱胃口拢养刁啊。那细汉囡仔吼，你若甲讲要食啥物物件，麦当劳。炸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又开始启动另外一个调查，除了苏丹红以外，又另外一个调查，叫做营养午餐。后来营养午餐拢用炸的吼，炸的看不管无新鲜物件，该自制的了，这囡仔食大拢吃胖，不对吧？政府出钱呢，给你吃营养午餐呢。跟我刚出去的时阵，有高啊这个属性，好佳哉有高啊这个属性，咱开始会当安怎？咱开始底下会当给你们教会呀。现在新闻都刚开始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阵哦，误以为啦，就是讲吼，啊耶稣都特别过来啊吼，啊无财产拢总卖的，啊传到教会逐日聚会，他们天天聚会哦，天天聚会哦，天天聚会哦，专务在店里又在人间薄饼啊，天天聚会，给我讲啊耶稣没来，跟耶稣的想讲，我跟你讲，你忘记吗？大使命怎么讲？你要传福音到哪里？到地极呢？你以为传福音到地极是1天2天哦？传福音到地极要一段时间，可是，在天堂1000年如一日嘛。对耶稣来讲，当然足紧的啊，我快来了。可是我们一听到快乐啊，当代志都免做啊啦，啊，那所有物件都卖的啊。你看，我都敬拜主，我都每天来教会敬拜主。上帝告诉我们什么？第1天到第6天要工作呢，只有第7天休息呢。上帝不是叫你说第1天到第7天都休息呢？所以当时他们误解上帝那个耶稣的意思，你给他美的全部都放在教会里面，然后第1天到第7天都在敬拜上帝，他们觉得说这样是很对的，这是不对的。第1天到第6天，你尽职在你的工作，到第7天，你周日的时阵，你闪开来做礼拜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好玩哦，我们是星期1到星期6，对不对？现在是礼拜天，我们做礼拜。这是符合我们说的要求。你看我们的那个，我们所谓的那个第一西，我们的那个主前主后的西言，也是用耶稣的例。所以我们相对的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来做礼拜有那个得救的盼望，每个人会得救。请你跟隔壁的讲一下，你会得救，你会得救，你没有信心的，你会得救，你要有信心的。那个得救不是啊，我得救了，得救要什么？要付出啊！你要进入窄门，你要付出啊！今天有人来帮我们吹支琴，那付出啊，不是为我们了，为上帝吹支琴。今天有诗琴，有弹贝斯，哦，你的贝斯怎么越弹越好的感觉呀、是有去练习哦，真的有练还是有差嘛？哦，最好的都献给上帝。我们每一个人有得救的盼望，够啊！是互咱安怎？爱跟对耶稣啊！什么叫跟随耶稣？难怪那个目大流的玛利亚，抹大力的玛利亚，耶稣给赶出鬼了，他做一件什么事情？他就跟随着耶稣。不要讲说这3年的传道生涯，耶稣受难在旁边的人，门徒都躲得远远的，玛利亚就跟得好近，一直掉眼泪。主耶稣，
你怎么会受这么大的苦？我们是那个走得很远的门徒，还是像玛利亚一样跟在旁边？主耶稣被钉十字，主耶稣要背十字架去勾勾他钉十字架，他也是跟在旁边一直走，走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面，下面有3个女人，其中一个就是马大拉的玛利亚，马大六的玛利亚，完全军队耶稣连耶稣受钉死，伊嘛是第十字架的，然后耶稣收耶稣的尸体入去崩坑内底，入去坟墓里面。伊嘛是军队入去，将耶稣涂香膏。到第3日，因为搬过节袂使做工课啊，搬过节过了到第3日啊嘛。7日的头一日，第1日才做工课哦。用犹太的律法，7日头一日，第1天可以开始工作了，所以他就带他的香膏要去蒙尼，甲耶稣去切的。你个哎，怎么不见了？哎。这不见了，有2个年轻人，身衣服都发光啊！天上讲，啊，你想要伫活人中咧找死人啊？伊无伫遮啦，伊搁活啦，你袂记一时少？伊伫家里安怎甲你讲？讲伊会受钉死，3日搁活，他在家里跟你们讲，他会死亡，第3日复活。玛利亚说：“哦，对对对，他有讲过，耶稣讲的每句话，他都有用心听。哦，他就在那边等，啊，在那边想，耶稣会复活。哎呀，先哦，看看咧，啊，耶稣无伫了，看看咧，啊，无伫了，啊，大家都无翻头去走去啊。我们有时候做礼拜这种心态，看一看，哦，这礼拜哦。”那这个摆这个魔术讲的，可能较无好，啊无好啦，来找别间，啊我来得去处理，我来得去处理，谁留下来？马大拉的玛利亚留下来。所以我们讲说主耶稣复活的第一个见证人就是马大拉的玛利亚，马大拉的玛利亚是第一个见证人啊！伊留伫遐，结果耶稣伫遐出现，伊第一个看到耶稣未朽烂身体。迄偌水诶！咱的军队啊，说是军队啥物？是真正用心的军队，这是上重要的第一项事。第2项，咱看看蒙，那对这看蒙有这代志无？这代志啥物？这看蒙伊古早人吼，犹太人若死去了，拢出油啊，甲割迄个布，丝布吼，规身躯拢甲ขุ掉咧。结果蒙内底安怎？出迄个丝布坑的尔，表示讲耶稣搁活嘛，出迄个。尸布坑咧，啊！若偷摕尸体，就规个拢甲放出去尔。所以耶稣讲，所以讲迄个布拢要搁藏咧哦。伊就看到迄个布，咱看到一个人。第4日耶稣叫伊搁活，迄个人是啥物人？是叫做列撒罗拉撒路。耶稣说，他的家人跟耶稣是非常的默契耶。马大、玛利亚、拉撒路。你也看，玛利亚等着耶稣讲一句话：“哎呦，先生啊，你若较早来就好啦。”结果圣经记载，耶稣哭了，耶稣哭了。耶稣嘛会哭，因为嘛是人的身份，唔甘啦。但是咱看，耶稣都是安怎出来？耶稣都是裹着丝布安怎走出来？然后边啊，耶稣叫因将伊的丝布甲摕好掉。耶稣唔是呢，耶稣是未前未在坟墓里面第3日复活，家己遐偷偷咧，啊，就藏咧啊，复活。耶稣伫坟墓内底搁活，所以耶稣都搁活，会搁死未？搁死去，会搁死呀。可是耶稣有没有在死亡？没有了，因为耶稣拢从弹到坟墓内底，全部放在坟墓里面。耶稣死了以后，就永远的复活。所以我们说，空坟是个复活的记号，我们一定要注意复活记号。所以主日是做什么？是安息的日子，我们要放下一切所有的来敬拜上帝。今天我看气象报告说会下大雨嘛，说今天会下大雨，所以我在想说，今天可能很多人因为雨就不敢来，或者是没有来，或者看直播。感谢主哦！我上帝讲啊，会使小可卖落雨呗。上帝应该不是听我祈祷啦，我气象报告今天没有下雨啊，大家就来。我真的好喜欢看到你们来做礼拜，那是一个得救的记号哎。
你们来做礼拜，对我来讲，你来做礼拜吼，我袂为着你来做礼拜，我薪水加较济啦。其实，若伫教会，我拢薪水加较少，因为我若去教册一点，我去教册安尼去圣台教册，教一日课也花2万箍。啊，我来做礼拜时阵，我无2万箍，我还佫减2万箍，做啥人欢喜啊？这边2万箍佫较济啊！你来做礼拜，每一个人来做礼拜吼。我互你2万箍，我嘛足欢喜的。你也为着咱要薪资，我互你2万箍，我嘛足欢喜。做礼拜是安怎？上享受啊！你头拄看到无？主要说，记到你来做礼拜时阵，你真甲受迄个情景，你家己去想看觅。互你来做礼拜，是不是说互你安怎？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，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安歇的溪水边。啊，做了礼拜了。身心灵都得到整个的释放，非常的美丽。这礼拜过后，咱会当安怎领受啊？你去咱那礼拜日看到咱乡里这边拢讲求啥？平安，平安。啥叫做小龙？平安毋是咧讲假呢。咱常常讲平安吼，你著记住咯，平安是咧讲带着祝福。平安是讲祝福伊，互伊过来顺利，包括伊的财富，包括伊的健康，包括伊成功，包括伊满足，包括伊知识，包括伊宁静。平安是真水的一句话呢，毋是敢嘴讲的尔呢。甲准备讲一遍，平安。要用心嘛，毋是敢若话咧尔，用恁的心，拜托，恁甲平安，用恁的心，真正共祝福伊，就是祝福你。那你记住，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：你祝福别人就祝福自己，而不是说啊，我甲祝福一个比比我好啊，这个怎么可以？我宁愿每个人都比我好。我在上帝的面前讲，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比我好。我真的真心盼望你们每个人都比我好，因为我们。如果在上帝面前可以做服事的话，我们是最卑微的。我希望你们都是高大的，而我是卑微的。最后一项，跟我讲唔忙，迄两个人哦，甲因讲哦，迄两个天使，干玛利亚讲，干玛利亚叫伊带伊一个姊妹两个人做伙去讲，啊，伊无伫遮啦，伊个活啦，伊无伫遮啦，你现在伫死人中咧找活人啦，各位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我们是不是经常在死人中找活人？那点了嘛，死人中咧找活人。你说我没有，真的没有吗？有时候你们不信任嘛，我当下你灰心丧志嘛，那不是像整个生命都死掉吗？我当下你会等到很多事情，那我哎兄弟啊，我死就好了，我死就好。你敢讲你没有吗？有时候你会觉得说，我怎么遇到这么多的事情？上帝啊，你就调我去了，我死的更好。啊，真正晓得讲好哦，安尼我甲伊调去，我无办吃咧，我去攞我不要回家咧，我食了我当然死。咱唔惊死，总是我们要珍惜生命啊！上帝给你的生命，你要珍惜的。你讲我都唔惊死，唔惊死，跟珍惜生命没有冲突。所以我们复活是为什么？复活带给我们救赎的希望，因为主有救我，咱才当得到救赎啊！主若无救我，啊，咱今仔信主要创啊？伊都家己救袂家己啊，自己都救不了了，会救我们吗？不可能嘛！所以主耶稣复活，不但主耶稣复活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记号，我们会得到救赎。第二个，我们勇敢面对生命的挑战。主耶稣被鞭打。主要说受啊这苦难，总是个我啊。咱礼拜五有十架七言，其中第句讲啥？悲啊，下面因为因所罪因唔知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有没有患难？有没有遇到苦难？有没有心里很痛苦？有，我不相信你们每一天都活得好快乐，每天都非常的富足。我每天在接下来处理都一大堆好杂的事情，尤其很多人跟我讲说，你不要一天到晚找食药署的麻烦，食药署的麻烦，那个署长听说非常够力。我在讲的啦，我一直希望他就不要干了啦，让我们还给我们老百姓的一些健康的生活吧。
你应该跟业者很好，那是你们的感情。我们为的是我们的下一代，可是不如意呀、很多事情你觉得说你也当然了，可是它就是不如意呀、你不如意的时阵，主给我后来咱有一个梦，有个希望，有一天主的试炼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忍受的。既然你免烦恼，上帝给你的试炼未超过你会当忍受的。你讲哇，这遮尔啊艰苦，等10当后你甲回顾讲，哟啊，都上帝替我解决掉啊！我迄阵咧烦恼啥物？加烦恼的啦，过来告我带咱啥物？平静安宁，咱才都讲啥拢嘛。咱现在平安，那主告我了，咱都有当成立教会，咱注意大家参加做礼拜，哦，大家参加做伙，遮尔的水，我拢普通时拢无来练生活地方，先甲你回死咧，阮暗时，但是咱这较暗慢准备道理，咱准备足久的。啊，昨暝想讲过偌济，过这3条吼，他们讲，咱迄个头脑较歹吼，无一定手会起来，所以长来。练生活伫个袂歹呢，恁特别练生活伫拢物件通食上，好，昨暝佫有物件通食呢哈。我若要较早知影啊，就逐日拢来练生活，对你啊食了，我那个对准备道理。迄是啥听啊？你处理了，就想着咱的兄弟姊妹啊，讲啊歹听咧，我了这个钱，迄毋是了钱，迄是一种培养你的感情。真正伫做内底，就是大家互相的相听。最后一项，咱来知主甲咱讲，因为今日拄考面上张老娘来，伊嘛即句话嘛听着，考面上张老死的时阵，咱一直咧甲讲，考面上张老娘请特别听迄。做讲告我到外面在地，我信我的人虽讲死，又还要告我紧啊！信我的人永远未死。这个最重要，你信这个吗？你当然要相信啦、信复活在我，复活在耶稣基督，生命在耶稣基督，信耶稣的人，虽然死了，也要怎么样？复活。这多美的事情！所以我们在耶稣里面死复活。有一天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保罗先生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上帝在末日的时候会把信徒一起带过来，我们活着的人会被提，在我们有一天要再相会。所以后面丢了，个别礼拜我讲的是什么？期待再相会。不是留言歌曲啊，期待再相会个，真的，我们是期待再相会。第三项，上帝甲讲。耶和华照着基督对死人中告我，互咱顶头生啦。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啦，所以我们要复活的一个盼望。所以罗兰讲一句话说：人生就一种一连串的死亡跟复活。跟无啊，我无死啊。其实罗兰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我们经常会遇到像死的事情，一些泛滥。可是你要依靠耶稣，你要挖起来，要有信心。就像那个眼光，如果有眼睛，你们去看那个眼光哦 ，YouTube 都有眼光那种诗歌，天云诗班呢，尤其是恁听台语，眼光的诗歌告诉我们，黑暗特别过，你要搬过的时候呢，你得看到一个光明。就像托尔斯泰跟我们讲的，哪里有爱，哪里就有上帝，因为。神爱世人，甚将那独生子赐给我们，给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上帝听世间人，甚至上帝独生的拣选是互咱袂沉沦，会得到永远嘛。最后，有一个牧师，特别过偌济时阵，都摕一个鸟篮啊，放伫个讲台顶。我本来嘛是要去买鸟篮啊，我哪知讲好，咱遮买鸟篮啊，阮对树林过买爱走3公里了。无时间，我鸟篮足有意义的呢。人家我无说你今仔摕鸟篮来创，伊讲就安尼啦。我都去公园散步，看到一个囡仔，摕一个鸟篮内面有寡伊掠着遐鸟啊。我讲囡仔你掠遐鸟要创啊？那掠来佚佗啊，先甲饲互饱互伊足欢喜的啊。然后甲放火烧，甲用这个毒死。你甲创治，都掠着呀，甲创治啊，甲关到鸟篮上互食互饱互伊拢袂感觉，伊感觉足欢喜，大家用死。牧师讲无这鸟篮卖我，这落鸟啊无效啊，垃圾咧在杂鸟，无价值。伊转摕10块的美金互伊，讲我甲你买，好，迄个囡仔欢喜啊，讲我加趁的啊，加趁的，鸟篮咧买着，
伊将遐只个放互开，所以恁得到自由啊！然后这鸟人空的鸟人摕来礼拜堂，也我迄日讲的，常常咧讲，咱常常嘛叫魔鬼关伫鸟人那内底，像魔鬼把我们放在鸟笼里面，在那边玩弄。甲你饲哦，肥肥肥，甲你饲哦，互你有名声，互你有地位，互你感觉哇，到鸟笼内面，那个鸟吼不能关在鸟笼太久呢，太久又变成怎么样？安逸，咱讲居安思危呀。你若关到鸟笼内底，啊，都有通食。咱若去到各所在吼，那尤其在野生动物园，拢来讲不要喂食动物，是安怎？伊若开始吃这么容易。伊就根本袂想要去讨趁啦，他会丧失他的求生能力，后边帮助伊就死去啊！所以咱常常吼叫魔鬼吼，甲你关到鸟笼内底，啊，拄咧用。魔术看，耶稣看到魔鬼，甲魔鬼讲：“哎呦啊，你这人甲关到鸟笼，我宠爱啦，关在鸟笼做什么？”魔鬼说：“我就要让他吃饱喝饱，让他很快乐的时候，就把他弄死，把他折磨死。”把它放在火里面烧死，把它放在水里面淹死。耶稣说：“鸟笼卖给我好吗？”魔鬼说：“可以啊，代价嘞，你要死啊！”耶稣买我们，什么代价？死。耶稣付出的代价是他的生命，为我们而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现在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们为我们而死，我们要来纪念你为我们而死的功。求你让我们每一天、每一时、每一刻都能够纪念主耶稣，你为我们而受死。我们从今以后重新复活，一个新的生命，在主你的面前，我们要得到主你的纪念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是咱要上站来回应上帝话，请大家起立来念信诗97首，救主伫坟墓内。
请坐。这时咱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，请师献的这事来侍奉。这时，请大家起立，咱要来敬奉献的诗。就是请大家有缘徛咧，咱要来吟上吟圣诗391首，阿罗天顶主宰。上吟煞，咱要请蔡长老为咱祝祷。平安的上帝，就是对主耶稣基督为着恁救赎万赞下罪劳保会的主耶稣基督，收拾恁各位活命，愿主耶稣基督稳定，天父上帝听通，神的平安降临三角之地，对待以后，恁拢有永远的活命，永远的救赎。永远的稳定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免。请坐。这时我们来报告，伫下周主日要释放的同工，请大家注意来备办心。这是我啦周报内面今日周报内面写的消息报告，重点来做一个报告。咱报第2点，本周日3月31个话节，咱今日是有赞美礼拜，教会有准备个话这复活诞，请下这享用并纪念耶稣基督的个话。过来就是咱三马团契，是今日下晡2点，伫咱礼拜堂要举办复活节的福音活动。活动的名称叫做“希望的味道”。若有报名的兄弟，请有特别安心来参加。过来，咱下主日4月7自会后，咱要有定期中集会，请中集兄弟若有
提案的所在，也会使大家中级事先来通知，会在中级会内面来讨论。啊，过来就是咱第1季1到3月圣经充满我，若是已经有抄完的，请伫后礼拜4月7号他来教会来做认证。那这时咱要请咱的叶长老来为咱今日小组内面所读到的圣经，马可福音第11章到15章这边来做分享。咱请叶长老。是咧，这平安。阮迄个即个月吼，即个月拄啊甲马可福音读完，啊，过来要接的是幼所啦吼，幼所书。啊，即个月读完的是拄啊读到耶稣国活复活节嘛吼，复活节遮拄啊耶稣国活。啊，伫遮伫记载吼，咱知影耶稣要到耶路撒冷以前吼，其实伊伫遐。行到耶路撒冷以前，伊的学生真趣味啦吼。学生雅各甲约翰一个问讲，他的国来的时候，是不是一个坐右边，一个坐在左边啦？在问这个代志。耶稣是第3摆甲伊讲，伊要去耶路撒冷，就是要用钉十字架，要为着人的罪钉十字架啊死。啊，因竟然在问这啦，咱嘛真趣味啊。过来伊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就是遐个文士甲遐个祭司头吼，伊就咧甲耶稣吼，其实就是要甲耶稣看有把柄抓着，啊，通啊来甲伊要甲伊害互死安尼就对啦。啊，所以伫遐问一寡问题啦吼，是讲问纳税互该撒通无？哦，啊，咱知影凯撒大帝，你如果说不要纳税给他，啊，是不是你就叛国了？哦，啊，就甲伊掠去啊。啊，所以伫问这，啊，耶稣甲伊讲吼，摕一个囡仔来看，讲这是啥物？这是。凯撒就归给凯撒，上帝就是该归给上帝啦。因为因迄圣殿的钱有另外圣殿的钱啦。啊，伫问遮济个问题时，咱知影，其实他们都不存心拢不良啦吼，就是讲要甲耶稣害死。啊，耶稣嘛无讲为着安尼甲伊讲啦，但是有甲伊讲，过来吼会拄着大灾难啦。伊讲两块石袂贴做伙嘛吼。啊，咱知影西元70年的时，就是拄着这个代志吼。迄阵迄个耶路撒冷被杀的吼，共有几十万人了，被卖为奴隶的也有好几十万，全部拢去用掠下去。啊，过来迄个耶路撒冷了怎啊规定犹太人不能进耶路撒冷，有足久的时间哦，有差不多要到100-200年的时间啦。哦，到迄金字塔顶以后，才会当恢复。咱知影这是耶稣要用钉十字架以前的。过来耶稣用钉十字架。咱看到的吼，就是即个莫大拉的玛利亚，拢对伊啦。啊，我读到遮的时候，我会感觉吼，其实伫读圣经的时候，当然感触会真深。耶稣出世的是路加福音记载讲，各样的先看到，各样的替人各样的，毋是家己的羊咧，可能互请去咧各样的。伊第一个看到迄个知影讲耶稣要出世，天使甲伊讲吼。讲迄布林岛吼，迄个好消息吼，伫甲伊讲即个代志。啊，过来耶稣死国活的时，第一个看到的，竟然是莫大拉的玛利亚。莫大拉的玛利亚，就是讲大家嘛是看伊讲看，那咱即马来讲吼，就是看伊足无的啦。即个人都犯着鬼遐久啊，啊，所以伊诚济迄个西文啊，迄个西文伫因兜的是西文讲啊，即个人若准耶稣若准先知应该知影讲。知影讲，这个人是不是好的女人啊？意思就是安尼啦，哦，啊，耶稣甲伊讲啊，讲爱大赦免的大，爱大赦免的大，西文是麻风上迄个耶稣甲伊医好的，哦，啊，但是伊对迄个耶稣还阁无像莫大拉玛利亚安尼，哦，咱知影看到的就遮，过来咱看到的吼，讲耶稣阁活的时，几卷福音书写的有无共啦？马太福音的时都。写伊就是讲耶稣过活了，啊有看到，啊咱知影吼，因遮负责人走转去甲迄个学生讲的是，学生毋相信啊，学生毋相信，约翰嘛是安尼哦，约翰福音记载嘛是毋相信，约翰福音佫记载佫另外一个，就是2个吼，去以马忤斯迄个两个学生啦，叫刘巴，因要去以马忤的路上，耶稣互伊看到了，伊佫转来是甲学生讲。学生嘛毋相信啦，学生嘛毋相信。遐个负责人甲因讲，伊毋相信讲耶稣过来，
啊，即两个等于讲，伊嘛毋相信。啊，耶稣雄雄入来，伫因内底讲愿恁平安啦，愿恁平安。啊，咱知影伫迄个，伫即个路加福音佫写诶佫较趣味，就是安尼，就是讲耶稣佫活了，啊，即个迄个约翰福音啦，即个因遮诶学生吼，拢转去加利利，佫咧掠鱼啦。啊，咱嘛感觉奇怪，伊就看到耶稣佫活，啊，若佫走转去咧掠鱼。哦，约翰福音是安尼记载，因讲佫咧掠鱼诶时，啊，规暝土拢无嘛，哦，规暝嘛是土拢无啊。透早诶时，耶稣甲伊讲哦，耙网伫右边呐。拄着彼得诶时，讲耙网伫最深诶所在，即摆讲伫右边，啊，右边讲揪起来讲啦。讲153尾啦，啊，所以约翰讲哦，啊是主啦，啊彼得怎啊衫无看清就跳落去收去啊，耶稣讲啊，恁有物件通啊食无？啊，恁读这时，你会感觉讲看到耶稣过啊，嘛不一定会改变啦，因为嘛是佫等于咧掠鱼啊。到当时呢，到即摆了，耶稣甲彼得讲啊，讲啊，你有听我无？你有听我？连续问3摆嘛。3摆，第3摆了，耶稣甲伊讲啦，讲吼，伊讲有我有听你。耶稣甲伊讲啦，讲你过来日子哦，以前的日子你拢有法度家己决定，过来日子咧，你手会互绑咧，会互绑咧啦，你手会互绑咧，你无法度决定家己的日子要安怎行。啊，佫接落迄句话甲伊讲吼，跟从我。佫对迄句话开始跟从我，头前有讲遮啦。啊，所以彼得问，看约翰甲伊问吼，讲啊伊咧，哦，啊耶稣讲，我要互伊到当时吼，到无拄着即个死亡嘛无你诶代志啦，意思是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大家就讲啊，约翰可能袂死啦，哦，咱知影看到耶稣过啊嘛是有遮个问题，到耶稣讲来对伊诶时，确实吼，彼得开始对伊过来，咱知影五旬节了。必定嘛是去讲耶稣过活即个代志，所以讲诶，干那咧讲耶稣过活，无咧讲其他诶。耶稣行遐济神迹，啊，主要就是讲耶稣过活。五旬节了，过年娘诶时，过年娘吼，叫伊来诶时，嘛是咧讲耶稣过活诶代志，共款讲即个代志啦。啊，所以后来较会去安提阿诶时，安提阿诶基督徒较会遐济人，因为为五旬节以后，遐个人登去到安提阿，安提阿是当时。全世界第3大个都市啦，哦，第一个罗马，第二个是迄个亚历山大城，第3个就是安提阿啊，哦啊，所以当时遐济人伫遐，遐基督徒哦，较会伫遐将耶稣基督国活的福音传到全世界啦，传到全世界啊，所以咱看到的吼，即个耶稣国活这是非常重要，啊，若有感受的时，你就会安尼传啦吼。我另外讲一个吼，就是。我听李长的明显的爸爸啦，伊讲因阿公啦，明显的阿公是传道人，啊嘛医生啦，啊伊讲伫迄个高雄遐种高温群啦，伊讲遐足内山的所在，啊伫遐做医生，啊兼传因为伊是传道人嘛，伊有读南神嘛，哦啊所以伊兼传道的时，人若信主的时要安怎？要礼拜要安怎？讲请求互伊坐去基山礼拜啦。啊！伊伫遐做医生嘛，真侪人去散嘛，无钱啊，嘛无法度付即个医药费，互伊啊。啊，但是伊嘛肯啊，因为伊是先读新人医，较过去读医学院诶。哦，所以知影迄个使命伫对。安尼为着安尼真侪人，因为耶稣诶国活，啊为着安尼吼，伊确信了，啊有真侪人为着安尼来得到福气。我相信咱啊，耶稣过来伫咱的心内时，嘛真侪人为着安尼吼，因我们来得福啦。因为上帝有甲咱讲，甲别人讲，别人会因你得福嘛。啊嘛，甲基督徒讲，别人会因你得福。啊，咱知影只有迄个耶稣过来的即个精神啊，伫咱的内底是，咱知影有永生的盼望嘛。啊，你就会将遮来分享别人。哦，谢谢。真感谢叶长老所分享圣经的话，即是咱要有圣歌队来唱祝福的歌。敢若头拄叶长老讲的，咱的福气，就是对主耶稣国外而来，咱只要做伙来领受，
新歌都是祝福的歌。愿上帝祝福，伫咱今在座所有会友的身上，咱再起立来辅导平安。